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有女网友来指控，讲伊吊车需要道路救援，就忙找到拖吊的业者，结果8公里的路程，公定价是1500块，这个业者竟然开嘴要爱46000块，根本是要吃人。啊，这个业者目前也无回应。啊，那消保官是讲，像安尼无合理共涨关价，消费者会当来申诉。 车过路等人来拖，看到爱车被拖回保养厂，本来当作讲会当送一口气，却指控讲拖吊车的业者乌白化价，拖吊费要5万块。我本来是想要报警，但是因为他一直咬定说我们签这个合约，他说就算警察来也没有用，超级讽刺啊！我想说你杜绝黑心业者，然后结果你跟我说4万6。 上架费、缴盘费，然后捆绑费一堆，其实这个一般我们就不会额外收费。如果以8公里来讲的话，大概是在2000块，到4000块左右。一个女网友控诉讲，昨下晡轿车伫新北的淡水过路上万路找拖吊车的业者。 对方本来讲20分钟会到位，暗时6点才出现。业者要求收这个交区费3300，佮讲拖吊费到位才会知，要求伊签名。最后8公里讲爱46000块，佮讨夜间的加成，网友真不满，讲分明去拄着诈欺。如果说有信用卡的拖吊服务的话，道路资源服务的话，优先去找信用卡公司提供的服务。那我们建议消费者可以提消费申诉，或许中间也可以马上请警察来协助一下，来介入。这个女网友最后是付17000块，才将车领回来。不过依照交通部公路局收费的标准，拖吊里程较无10公里，基本费用是1500块；超过10公里，每公里加收50块。考虑到底盘的关度，新车的价值过另外算，不过拢未超过2000块。 你的电话已转接到语音信箱。被指控业者也未有回应，要看伊的官网，写讲挑战业界上界实在，这摆乡亲的车过路报价遮悬，煞产生消费的纠纷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